球台等候比赛。该专心针对对方打过来嘅球位，又夹又准，该用球打到对方想要成球也无安开。对全台湾各地来嘅308位足球选手，始终喺基隆市立体育场来比输赢。选手10万股票，一来一往之间，分数紧绑紧圈，顺头还躺喺度搭数加油上。选手躺到嘅韩国有上拼嘅精神。一场又一场奇迹阵亡嘅后生跳嘅上拼上战嘅场面，唔但抢起我争取青少年足球国术嘅公用銜头嘅，韩国嗰邊代表國家出國去比賽嘅提高容易。一場青少年足球競業賽當中，新竹縣新埔足球訓練站表現特別大熱，球員總順分李百田同陳建安3人拿到男子組前3名，而代表台灣去印度參加第15屆亞洲青少年足球錦標賽。基隆嘅比賽結束，第2日下晝3點，新埔足球訓練站都屯輪擺空用，還係過到人體練習。中南城運動春戰歸身嘅經過，36個球員無天無頭3輪展開訓練。一下就滑下去，這個力量一下就要把它滑下去，你知道嗎？你這樣輕輕一點，那個球沒有質量，對方一定攻擊過來。而係有班數新埔足球訓練站嘅教練，培育出該度嘅足球國術。而成果唔係再講嘅到位，有按好嘅成績，全意是跳操業無聊嘅3項練習。我哋訓練是講，我哋摸禮拜六啊，摸禮拜啦吼。我哋平常時又個上課時間，我哋就下晝到4點開始，啊拜六禮拜是早先到9點開始。我哋訓練嘅方式是非常的嚴啦啊，所以我哋15年都要從我哋新埔嘅訓練中心啊，訓練出嚟結集啊。從小國手到青年國手到台一嘅結集啊，我就全部啊出來50人左右。身體上，對。第2板要變線。而係葉俊良、葉萬樹嘅來嘅，同阿爸共下做教練，提基層教青年呢，去培養足球界嘅新選手，以兩支也同心合作。一家班子體喺國內外嘅比賽，一直都有quite好嘅成績。我們這個訓練站啊，新埔足球訓練站，我們一共選到連中間選到4個啊，而且都是前4名的國家代表隊選手啊，要代表國家出去比賽。一家班子體成功打頭等嘅結構，除咗3項練習，最重要嘅就係教練葉萬樹該從事基本功。一禮拜可能練同樣嘅動作，就係要球員100上200數，練到一次研球嘅扭到有量，也做得理解各種技巧變化。教練對你們會很嚴格？很嚴格啊。比方說，像比賽前他都會很嚴格的訓練我們，而且時間也練得很長，他都全程他都陪着我們一起練，只要我們有練，他都有到這樣。體能或是訓練都很，就是比其他球隊還要認真，對不對？因為教練認真啊，然後球員也認真啊，就自然而然成績就有了。一下新埔足球訓練站嘅選手，包含足球國小、新埔國中，還有虎橋高中嘅成員呢。除了本土年紀嘅選手對打比賽之外，葉萬樹還無分年齡輪輪對打嘅訓練。一方面，本國泰嘅成員呢，像加馬帶嘅子樣嘅增加學體模嘅實力，另外也打好二等，還擺做一個好教練嘅基礎。以前大約都是國小的，但現在因為很多大哥哥，所以水準都不一樣。因為他們水準很高，而且他們切得很轉，所以這樣拉起來，如果小試切的時候很輕的話，直接拉就拉很近了。這邊哥哥比較強，然後球打得也比較大力，所以進步會比較快嘛？嗯。
对国手球平均年很有利，选手陈建安一开始就要分数搞出来，改成熟的好成绩。喺去年大一至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陈建安先喺亚洋嘅中国英国分数，喺台湾体育世界少年单打冠军。小到大就是应该这样练啊，但是在起步我们就没办法上人家这些球技。然后会不会当然是会啊，因为辛苦会有代价的，所以再辛苦也值得。碰一次不赢，逢年的提結控，分析逢年必須讓嘅有體育項目，至少按當年嘅戰，見睇國際體育結控好嘅表現呢，有嘅強隊面前出嘅成績也值得好。我们的选手很强啊，像我们青少年哦，然后成年组啊，同啲啊、師奶啊，就啲講咧咁樣講，動態都比唔係太差。即係講因為希望係適合東方年的用語通哈，其實條件台灣特別周的。我是覺得我們台灣人啊，在青少年這一塊，各縣市啊，現在已經是限制在發展少年這一塊了，已經蠻不錯。以我們現況，現在的青年到國外去打，我也帶過國家隊到國外去打嘛，亞青嘛，跟韓國跟中國的實力都蠻接近的，就是說我們往下扎根已經做得不錯了。雖然我國青少年足球隊國際項表現已好，我考慮到韓白嘅出路，是知道一切有人才團成的問題。你選手的時間總是有限嘛，這個是年輕的等於說賣年輕的那個賬而已啊。一些選手後面到了大學的階段，就很多的就是幾乎慢慢的就成績走下坡了。其實也不是說他們不願意接受訓練，實在是因為現實的影響，他不能說不為自己以後的路做打算啊。所以我們一些優秀的選手啊，就會到達一個階段就停住了。這是我們等於說怎麼講，國家體育政策的一個大問題啊。以前講大學很做得來做呀，老師啊，體育老師呀就冇，因為少子化又冇教師嘅缺額哈，所以這年大學不能看唔到嘛該未來。其實有些都打比我好，可是功課也很好，然後還是因為很多人都說打球沒什麼未來，然後就想要繼續讀書。用現時嘅台灣足球體制來講，選手未來嘅出路冇辦法保障，嗰所改道嘅球員個不將放棄，我還係有人係延長已久，點點嘅神猛嘅練習，本世界看到台灣，陳建安就係一個例子。我為台灣喺國際上爭到嘅短簽嘅公用過後，並冇因為呢受到重視，未來嘅路安用嘅行，改從也係渺渺茫茫。他拿到世锦賽冠軍之後呢，國家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配套措施。像他現在即將要面臨到高中畢業升大學，他未來的發展是怎麼樣？畢竟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很明確的一個方向。像一些就是訓練的計劃啊，還有一些補助經費這方面的東西啊，就是要多關心一點嘛。像可能我畢業後可能會出國練球啊那些的，我希望台灣會支持一點，多支持一點。我覺得政府就是一點也不關心吧，但是就是沒辦法，只好靠自己。目前冇計劃足球人才安用嘅培訓，偏偏中華足球協會補助款竟然有本人削減，將存到450萬元，連出國比賽前都冇乜嘅拉用嘅，韓國唔止講愛培訓人才。光這4個比賽啊，我們就要花了很大筆的經費了。啊，另外呢，我們在國內我們有14樣的比賽，所以啊，這個總的加起來，我們大概我們的經費預算在800多萬。啊，當然因為我們經費有限，所以我們給基層的訓練的經費大概就不足了，所以大部分
少年的选手他们的养成都是由基层热心的教练跟家长他们出钱出力来完成这个培训的工作。现在两只脚同时侧身画椅，我看你都是单脚，这个没侧开来，知道吗？然后往这个。喺台灣，等兒童馬設架比，佢仲係平常嘅，做球選手嘅工作，仲可以接本基層來看。從其他基層打比有番數，難免會偷攤，吃到鬼無奈何。到球到咁多年啊，是講台灣嘅選手啊，其實佢人才當道，但是喺度到這世界最強嘅個體力啊，罕見日本嗰邊啊，是講呢度政府嘅個出嘅錢出嘅力量下台，台灣嘅選手大部分啊都依賴到家長啊、教練啊各自奮鬥，按樣嘅薪金啊，你若講短時間內是有抗衡的力量，但是你若講啊，大概台比賽啦，像這奧運啊，嗰度哈，當然你講政府的力量，到個人的力量投入哈，當然有差別的。但倡議是部分教練同家長力量，就開始培訓基層人才嘅膽票。台灣嘅足球之路唔但搶教練行嘅過辛苦，也有選手行過去吃到腳步怪唔停貼。你覺得台灣的訓練環境好不好？環境不是很好，因為政府國家就沒有很支持運動，然後就是選手都以後都沒有什麼出路，對吧？台灣也沒有什麼俱樂部，像國外都有俱樂部可以那個聯賽之類，台灣什麼都沒有，就不像國外有在重視。台灣重視體育很少，重視幾乎沒什麼，桌球幾乎沒什麼在重視，桌協也沒有經常讓選手出國，感覺沒有很被重視。那台灣的環境這麼不好，你們還是會想說要繼續走這條路？沒辦法，興趣在這邊的。先就是一步一步走嘛，對啊，到最後再說啊。我也到後生意嘅後場嘅，佢專心佢落門嘅打籃球嘅，喺上戰中打出汗水，也打出肌肉，沙打唔出自家嘅比賽。也到無言之夜，也看唔到未來嘅聲音呢。如果其他為台灣自供用嘅，仲可以機智故意團熱情，能有暗好嘅表現。而家到期望有一日，喺世界有個好嘅體育表現，也做得變出一片天。